喺 TMS 腦磁激系列嘅第一集，我哋介紹咗 TMS 嘅發展歷史，同埋一啲科研證明 TMS 應用喺唔同嘅中風病人身上。喺第二集，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TMS 除咗俾物理治療師用嚟治療中風病人、精神科醫生用嚟治療抑鬱症等臨床嘅應用之外，喺科學研究上 TMS 仲有邊一啲嘅應用範疇？首先，腦功能定位 （Brain Mapping） 係其中一個 TMS 嘅重點應用範疇。我哋講嘅每句説話，明白人哋講嘅每一隻字，同埋我哋手腳嘅每一個動作，其實都係由我哋嘅大腦唔同區域一齊產生指令而做到嘅。腦功能定位就係將呢啲語言、軀幹同手腳嘅運動控制同埋感覺功能，好具體同埋精準咁樣歸納喺我哋大腦一個又一個皺節當中嘅其中一點，就好似喺茫茫嘅世界地圖當中去揾返一個又一個嘅大城市。至於點解 TMS 可以做到腦功能定位，主要係因為 TMS 喺我哋大腦嗰度可以做到刺激同埋抑制嘅效果。譬如，當我哋喺一個病人嘅大腦要揾到控制手指嘅區域，我哋喺去控制手指嘅地方，一格又一格咁樣發出刺激量，刺激佢嘅大腦。同時間喺佢手指上邊，我哋會做肌電圖嘅檢測，嚟去獲取大腦傳送去手指嘅信號。而好多時候去定位言語嘅功能，我哋會用到抑制嘅功能，亦即係短暫壓抑佢大腦入邊負責講嘢嘅區域。同時間，我哋會做一個叫做命名嘅測驗 （naming test）。當我哋成功定位到某個言語嘅區域嘅時候，我哋病人會突然之間好似揾唔到一個正確嘅名稱，或者會講錯咗第二樣嘢，例如將香蕉講咗成蘋果。另外，研究上除咗單單用 TMS 嚟做定位之外，亦會越嚟越多結合埋其他腦科嘅檢測，譬如功能性 MRI 影像、腦電波圖 EEG。譬如今年5月，我參加咗芬蘭亞爾托大學 Leomis 教授嘅 TMS 研討會。教授同佢嘅團隊係腦磁激 TMS 結合腦電圖 EEG 研究界嘅其中一個表者。透過結合腦電圖，教授同佢嘅團隊可以定位到大腦入邊認知功能嘅區域，例如幫助邏輯思維、記憶等等嘅範圍。佢哋亦都可以了解到信號喺大腦入邊喺唔同區域嘅傳送模式同埋傳送所需要嘅時間。今一集大家可以理解到 TMS 除咗用嚟做臨床治療之外，亦都喺科研上可以幫助做到大腦定位嘅功能。喺下一集，我會繼續為大家介紹 TMS 喺其他嘅應用、相關嘅腦神經科學以及係安全嘅性能。